小姐，終點站到了。乘務員第三次輕輕拍了拍他的肩，他睜開眼，看着空蕩蕩的身旁座位，愣了2秒，低頭摸了摸身旁那件還帶着餘溫的西裝外套，忽然笑了，笑得很輕很淡，像是終於等到了一個早就知道會來的答案。窗外，站台上的人來來往往，高鐵已經到站5分鐘，車廂裏只剩下零零散散幾位準備下車的旅客。乘務員小聲提醒：小姐，你的先生已經下車了。他點點頭，沒有急着起身。我知道。那位年輕的乘務員擰了一下。知道丈夫下車了，卻沒有叫醒他。他忍不住多看了眼前這位年輕女人。女人穿着一件淺色風衣，頭髮隨意披在肩上，臉上還帶着剛睡醒的紅印，看起來安安靜靜的，和剛才那位氣場凌人的男人形成鮮明對比。他記得很清楚，列車進站前10分鐘，那位先生一直站在門口。女人睡得很沉，先生回頭看過她2次，第3次時，車門打開，他毫不猶豫地下了車，連一句提醒都沒有。當時乘務員還以為他只是先下去拿行李。可直到列車準備再次發車，那位先生也沒有回來，他才意識到他是真的把妻子留在了車上。小姐，需要幫你聯絡家人嗎？女人搖搖頭，不用。他拿起手機，螢幕亮起，沒有未接電話，沒有微信消息。沒有一句你在哪，只有半個小時前一條簡短的訊息：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回來。他盯着那幾個字看了很久，忽然把手機鎖屏。請問補票在哪裏辦？乘務員一時沒反應過來。啊，我睡過站了。女人笑了一下。既然過站了，就補票吧。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說，今天忙了大散。乘務員帶着他辦理補票，工作人員熟練地操作着電腦，嘴裏還忍不住念叨：小姐，你先生怎麼能這樣？夫妻吵架歸吵架，也不能把人扔車上啊！要是手機沒電怎麼辦？人生地不熟，多危險。女人只是靜靜聽着，她沒有替丈夫解釋，也沒有替自己委屈，只是接過補好的車票，輕聲說了句謝謝。車票很薄，捏在手裏卻沉甸甸的。她低頭看着那張新車票，忽然想起3年前，那時候他第一次陪顧成澤出差，飛機因暴雨延誤，候機室裏擠滿了人，他累得靠在椅子上睡着了。醒來時，身上多了一件外套，桌上放着一杯還熱着的奶茶。顧成澤坐在旁邊，一邊回郵件，一邊說：睡醒了。他笑着點頭，怕你醒來找不到我。那時候，他連去洗手間都會提前告訴他一聲。他曾以為那就是一輩子，可後來公司越做越大，他越來越忙，他開始習慣一個人吃飯，一個人看電影，一個人過生日，一個人去醫院。
他總會說，等忙完這陣子，下次一定陪你。你先理解一下。一年又一年，那些承諾像便利貼一樣，一張張貼滿生活，最後全都失去了黏性。補票完成後，他拖着行李箱走出車站，盛夏的風帶着熱浪撲面而來。他站在人群裏，忽然不知道該往哪走。蜜月旅行原本安排了7天，今天才第3天。昨天晚上，他們第一次在蜜月期間大吵一架，原因很可笑。他想去一家老街吃小館子，他卻臨時接了一通視頻會議，硬是把行程改成拜訪合作方。他坐在酒店沙發上等了4個小時，等來一句，你怎麼這麼不懂事？他沒有哭，只是默默把訂好的餐廳取消。今天上車後，兩人一句話都沒說。他一直戴着藍牙耳機，他一直望着窗外。後來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他睡着了，再醒來，婚姻好像也一起睡過站了。手機突然震動，他低頭一看，是閨蜜林曉彤。蜜月甜不甜？他看着訊息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後只回了一張照片，那是一張補票，沒有任何文字。不到10秒，電話就打了過來。你在哪？林曉彤的聲音又急又快。他笑了笑。高鐵站。顧城澤呢？他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輕聲回答：他下車了。什麼意思？把你一個人拎車上？電話那頭安靜了，足足10幾秒。林曉彤才咬着牙說：你等着，我現在過去。不用。你還替他說話？不是。他望向遠方，一列新的高鐵正緩緩駛進站台，車門打開，有人奔向團聚，有人開始旅行，也有人就此分道揚鑣。他低頭，把那張補票慢慢放進自己的手杖夾層，和以前收藏的那些車票放在一起。只是這一次，他在車票背面輕輕寫下一句話：既然過站了，不尖停了一下。他慢慢補完後半句：我們就分開吧。寫完，他合上手杖，沒有眼淚，沒有歇斯底里，他只是拿出手機，訂了一張飛往另一座城市的機票。那裏不是家，卻將成為他重新開始的地方。而另一邊，剛走出高鐵站的顧城澤，看了一眼始終安靜的手機，皺了皺眉。他低聲自語：讓他冷靜一會兒就好了。他不知道，這一次真正需要冷靜的人是他自己。顧城澤一直以為蘇晚晴不會走，這個想法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而是3年的婚姻一點一滴養成的。他脾氣好，他晚回家，他會把飯菜熱一片又一片。他忙了紀念日，他只會笑着說一句：沒關係，下次吧。他工作忙到凌晨，他總會留一盞玄關的小燈。久而久之，顧城澤開始覺得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，所以高鐵上把他留在車裏，
在他眼裏，也不過是一場冷戰。等他氣消了，自然會回來。此刻，他正坐在回程的商務車裏。特助陳婉一邊翻着行程，一邊小心翼翼地問總裁夫人呢？他自己回來。陳婉拎了一下，自己。顧成澤淡淡地了一聲，他睡過站了。車裏突然安靜了。陳婉跟了顧成澤6年，第一次不知道該怎麼接話。睡過站，那不是應該等一等嗎？他把嘴邊的話硬生生咽了回去。就在這時，顧成澤的手機亮了一下。沒有蘇晚晴的消息，只有公司高層發來的合同修改意見。他低頭回覆，神情沒有絲毫波動，仿佛妻子是否平安到站，還沒有一份合同重要。另一邊，蘇晚晴沒有回家，他住進了一家離高鐵站不遠的小酒店，房間不大。只有一張床，一張書桌，窗外能看到來來往往的列車。他放下行李，第一件事不是休息，而是把旅行箱打開，裏面整整齊齊放着2套情侶裝，一雙情侶拖鞋，2個印着新婚字樣的保溫杯，還有一本他花了半個月做好的蜜月攻略。他一頁一頁翻着，第一天看日出，第2天逛古街，第3天坐纜車，第4天看煙火。每一頁都貼着小貼紙，旁邊還寫着一句句備註：成澤怕辣，這家餐廳點微辣。他愛喝冰美式，附近有一家評價很好。晚上9點有燈光秀，他應該會喜歡。他忽然笑了，笑自己像個導遊，又像個保姆，唯獨不像新婚妻子。他把攻略合上，放進垃圾桶，手剛鬆開，又停住了。他蹲下身，把攻略重新撿起來，不是捨不得，而是覺得半個月的心思不該和垃圾袋在一起。他找出打火機，走到酒店樓下吸煙區，一頁一頁點燃，火苗慢慢吞掉紙張，那些精心規劃的期待也隨着灰燼飄散。旁邊一位大叔看了半天，忍不住問：姑娘失戀啦？他笑着搖頭：沒有。那燒什麼？他看着最後一頁化成灰，輕聲說：燒掉一些用不上的東西。大叔聽不懂，只是感嘆一句：現在年輕人真有儀式感。蘇晚晴沒解釋。回到房間，他洗了個熱水澡，吹頭髮時，手機終於響了。不是顧成澤，而是婆婆。電話剛接通，對面便傳來熟悉的聲音：晚晴，成澤說你們鬧扭了。夫妻過日子，哪有不吵架的？男人忙事業很正常，你多體諒體諒。蘇晚晴握着吹風機，沒有說話。婆婆繼續道：你嫁給成澤，就應該知道他的身份。他每天管着那麼大的公司，哪有時間天天哄你？蘇晚晴終於開口：媽，怎麼了？如果今天是我把他丟在車上呢？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後，婆婆乾笑一聲。
你怎麼可能做那種事？我是說如果，那當然不一樣，那裡不一樣。婆婆一下說不出來，最後只留下一句：你別鑽牛角尖。電話掛斷，房間再次恢復安靜。蘇晚晴坐在床邊，忽然想起婚後第一年，那時顧成澤胃不好，醫生叮囑一定要按時吃飯。他每天中午做好便當，親自送到公司。有一次下着大雨，他抱着保溫桶，淋得全身濕透。結果剛到辦公室，就聽見會議室裏傳來顧成澤的聲音：不是說過別送飯嗎？他站在門口，鞋子還滴着水，輕聲說：怕你胃痛。顧成澤皺了皺眉：你這樣只會讓員工覺得我離了老婆就不能生活。那一天，他默默提着保溫桶回家，裏面的飯一口沒動。從那以後，他再也沒有送過飯。可每天早上，依舊會把早餐放在餐桌最顯眼的位置。只是他吃沒吃，他再也沒問過。原來一個人的心不是突然冷掉的，而是一次次被放下，一次次自己撿起來，直到有一天再也不想彎腰了。夜裏11點，顧成澤終於忙完，他揉了揉眉心，這才想起蘇晚晴，拿起手機點開對話框，上一條消息還停留在昨天。他打下一行字：到了嗎？停頓2秒，又刪掉，重新打。別鬧了，回家。想了想，又刪掉，最後只發出去一句：你在哪？消息發送成功，螢幕上很快跳出一個鮮紅的感嘆號。對方已開啟好友驗證，你還不是對方好友？顧成澤盯着那個紅色感嘆號，眉頭一點點皺緊。他第一反應不是難過，而是不敢相信蘇晚晴竟然把他刪了。顧成澤盯着手機上的紅色感嘆號，看了整整1分鐘。他甚至懷疑是不是網路出了問題，重新發送，依舊是那個刺眼的提示。對方已開啟好友驗證。陳婉正準備下班，忽然聽見辦公室裏傳來一句低沉的聲音：陳婉。他立刻推門進去。總裁，他把我刪了。陳婉愣了一下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心裏竟沒有太意外。從高鐵那件事開始，他就隱約覺得夫人這次不像是在鬧情緒，可他還是試探着說：要不要我聯絡一下夫人？顧成澤搖頭，不用。他靠在椅背上，語氣依舊篤定。他只是生氣，等明天就好了。這句話像是在說給陳婉聽，又像是在安慰自己。另一邊，蘇晚晴已經退掉了酒店，他沒有回顧家，也沒有回那套分房，而是提着一隻28寸的行李箱，站在一間老式公寓門口。門剛打開，林曉彤就一把把他抱住。你終於來了。下一秒，他上下打量着蘇晚晴。哭了沒？沒有。罵他了？沒有。打他了？
蘇晚晴笑着搖頭，也沒有。林曉彤急得直拍大腿，你這性子真能把人急死！我要是你，早把他公司門口堵了，拿大喇叭喊顧成澤，你老婆不要你了。蘇晚晴忍不住笑出聲，這是高鐵事件後，他第一次笑得這麼自然。林曉彤見他笑了，反倒鬆了口氣，還能笑，說明還沒被氣傻。他接過行李箱，一邊往屋裏拖，一邊嘴不停。先說好，我這沙發不舒服，冰箱裏只有可樂和速凍水餃，還有我不會做飯。蘇晚晴看了一圈屋子，不大，卻很熱鬧。茶几上放着吃到一半的零食，陽台曬着一排五顏六色的襪子，角落還放着一台跑步機，上面堆滿了沒拆的快遞。他忽然覺得這裏比那套200多平、安靜得能聽見鐘聲的豪宅更像一個家。晚上，兩人煮了一鍋速凍水餃。林曉彤一邊吃一邊偷偷觀察他。晚晴，你打算怎麼辦？蘇晚晴夾起一顆餃子，吹了吹。先找工作。林曉彤筷子差點掉了。找工作？你不是一直在家幫他嗎？蘇晚晴點點頭。婚後3年，他放棄了原本的設計工作，每天替顧成澤安排生活，打理家裏，接待客戶家屬，陪他出席宴會。所有人都說她是人人羨慕的總裁夫人，只有她知道自己越來越不像自己。她翻出手機，打開一個很久沒有登入的郵箱，裏面躺着3年前的一封郵件，一家設計公司的錄取通知。當年她收到錄取的那天，高興得一夜沒睡。可第二天，顧成澤握着她的手說：你不用那麼辛苦，我養你。她信了，於是回信拒絕了那份工作。現在再看那封郵件，她忽然覺得那不是一封錄取通知，而是另一條人生。第二天一早，蘇晚晴換上一件簡單的白襯衫，把頭髮紮起來。她沒有化濃妝，只淡淡塗了口紅。林曉彤看得一愣，你這是去面試？今天，林曉彤豎起大拇指，漂亮。另一邊，顧氏集團，顧成澤剛開完會，秘書把一份文件放到桌上。總裁夫人的信用卡昨天沒有任何消費。他抬起頭，什麼意思？夫人以前每天都會用副卡，昨天開始一筆都沒有。顧成澤皺起眉，他忽然想起婚後那天，自己把一張沒有額度限制的黑卡交給蘇晚晴，還笑着說以後想買什麼就買。他卻一直很少花。3年來最大的開銷不過是給他買生日禮物，他從來沒注意過。如今那張卡安靜了，他的心卻莫名不安。查一下，查什麼？他在哪？秘書遲疑了一下。總裁夫人沒有用副卡，也沒有入住我們旗下酒店。手機定位呢？秘書低下頭。夫人的手機
昨天就關閉共享了。顧成澤沉默了。第一次，他發現自己竟然不知道妻子會去哪裏。中午，蘇晚晴走進一家規模不大的設計工作室，老闆看着他的履歷，有些驚訝。你這3年空白？他笑了笑，沒有空白，只是做了一份沒有薪水、全年無休的工作。老闆擰了一下，沒有再追問，而是把一支筆遞給他。歡迎回來。蘇晚晴接過那支筆，指尖微微發顫。他知道，從握住這支筆開始，他的人生終於重新回到了自己手裏。就在這時，工作室門外一輛熟悉的黑色邁巴赫緩緩停下。車內，顧成澤望着玻璃門後那道熟悉的身影，眼神第一次出現了慌亂。他忽然意識到，蘇晚晴不是在等他低頭，他是真的開始不需要他了。顧成澤沒有立刻下車，他坐在車裏，看着玻璃門後的蘇晚晴。他穿着一件再普通不過的白襯衫，正低着頭和設計工作室的老闆聊天，臉上的笑容不濃卻很真。那種笑，他已經很久沒見過了。以前在家，他笑大多是為了讓氣氛別那麼尷尬，現在他笑是因為發自心底。陳遠坐在副駕駛，透過後視鏡偷偷看了自家總裁一眼。總裁要過去嗎？顧成澤沉默幾秒，不用。他忽然不知道見了面該說什麼。道歉。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低過頭。解釋，連他自己都說不清，那天為什麼沒有叫醒他。也許是賭氣，也許是想讓他知道，冷戰不是只有他會。可現在，他第一次開始懷疑，是不是自己做得太過了。就在這時，蘇晚晴從工作室走了出來，他手裏多了一個牛皮紙文件袋，腳步很輕，整個人像卸下了什麼重擔。顧成澤下意識伸手，準備推開車門，卻看到另一個人比他更快。林曉彤騎着一輛小電動車，加之一聲停在門口。他摘下安全帽，大聲喊道：蘇設計師上車。蘇晚晴忍不住笑了。你怎麼來了？當然是接未來的大設計師下班。他拍了拍後座，快點，這今天請你吃火鍋。蘇晚晴坐上後座，兩人有說有笑地離開了。從頭到尾，他都沒有朝停在路邊的黑色轎車看一眼。顧成澤握着車門把手，慢慢鬆開，心裏第一次升起一種說不出的失落。原來被人忽略是這種感覺。晚上，林曉彤帶着蘇晚晴去了常去的一家火鍋店。店不大，桌子挨得很近，隔壁桌聊天的內容都能聽得一清二楚。兩人剛坐下，老闆娘就笑着迎過來：曉彤，今天還是老樣子？對，再加一份無肚。老闆娘看向蘇晚晴：這位美女第一次來吧？林曉彤立刻介紹：我最好的朋友，最近重新做人。蘇晚晴被逗得笑出了聲。
老闆娘也是個爽快人，重新做人好，人生哪有過不去的坎？多吃點肉，比什麼都強。沒多久，熱氣騰騰的火鍋端了上來。林曉彤一邊燙牛肉，一邊偷偷問：今天面試怎麼樣？下周一上班？真的？林曉彤激動得筷子都掉了。太好了！你不知道，我以前看你天天圍着顧成澤轉，我都替你累。蘇晚晴夾起一片牛肉，以前總覺得他工作那麼辛苦，我多做一點也沒關係。現在呢？他沉默了一會兒，現在覺得一個人如果一直往前走，另一個人一直站在原地等，最後累的不是走的人，是等的人。林曉彤忽然不說話了，他舉起可樂，敬你，敬重新開始。兩個玻璃杯輕輕碰在一起，發出清脆的一聲。另一邊，顧家老宅，顧母早早安排了一場家庭聚餐，名義上是替兩人接風，實際上是想讓夫妻倆借着吃飯和好。可直到開席，餐桌上始終空着一個位置。顧母皺着眉：晚晴怎麼還沒到？顧成澤淡淡回答：他有事。什麼事比回家吃飯還重要？沒人回答。這時，一旁的小姑笑着說：嫂子該不會還在生氣吧？現在年輕人就是嬌氣。我們那時候哪有因為吵架就不回家的？顧母立刻接話：就是成澤每天管理那麼大的公司，壓力多大？他做妻子的多體諒一點。整張餐桌，沒有人覺得顧成澤把妻子丟在高鐵上有什麼問題，仿佛所有人都默認，只要他是顧成澤，他做什麼都有理由。就在這時，一直沒說話的顧老爺子忽然放下筷子。成澤爺爺，我問你一句，如果今天是晚晴把你一個人留在高鐵上，你還會坐在這裏替他找理由嗎？整張桌子瞬間安靜。顧成澤怔住了，沒等他回答，老爺子已經站起身。做人不能因為別人一直包容你，就把包容當成應該。說完，他拄着拐杖，慢慢離開餐廳。顧母臉色有些難看，爸就是年紀大了，愛管閒事。可這一次，沒有人接話。深夜，顧成澤獨自回到分房，房子還是老樣子，玄關整整齊齊，鞋櫃裏蘇晚晴的拖鞋還放在原來的位置。餐桌上放着一盤他養了3年的薄荷，葉子有些煙了。他下意識拿起水壺澆水，卻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該澆多少。以前這些事都是蘇晚晴做，他從沒留意過。走進衣帽間，他打開衣櫃，裏面少了一半衣服，梳妝台上的護膚品也不見了，最顯眼的位置只剩下一枚婚戒，戒指下面壓着一張便利貼，上面只有一句話：你的東西我沒有拿。顧成澤拿起戒指，指尖忽然有些發涼，他第一次意識到
蘇晚晴搬走，不是一時衝動，他甚至連離開都替他整理得乾乾淨淨。空蕩蕩的房子裏，只剩牆上的掛鐘還在滴答作響，那聲音很輕，卻讓人心慌。顧成澤坐在沙發上，一夜沒有開燈，直到天快亮時，他才低聲說了一句，房子裏卻再也沒有人回應。晚晴，回家吧。顧成澤第一次主動去了蘇晚晴工作的設計工作室，他沒有提前通知，也沒有像以前一樣讓秘書打電話安排。上午10點半，一輛黑色邁巴赫停在工作室門口，附近幾家店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了幾眼。工作室不大，10來個年輕設計師正圍着桌子改圖。門被推開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了過去。請問找誰？前台女孩笑着迎上去。蘇晚晴。女孩擰了一下。晚晴姐在會議室，需要我叫她嗎？顧成澤點了點頭。不到2分鐘，蘇晚晴推門走了出來。她穿着一身米白色襯衫和牛仔褲，胸前掛着工作證，手裏還拿着幾張設計稿。看到顧成澤，她腳步只是停了1秒，隨後神色恢復平靜。找我有事？這一句話像是在問一位普通客戶，沒有一絲妻子見到丈夫的熟悉。顧成澤皺了皺眉。我們談談。現在是上班時間，那我等你。蘇晚晴沒有拒絕。下班後10分鐘。說完，他轉身又回了會議室，沒有一句多餘的話。整個工作室卻炸開了鍋。那就是晚晴姐老公，長得真帥。可我怎麼覺得晚晴姐根本不想理他？林曉彤正好來送文件，聽見大家議論，笑着說了一句：睡有什麼用？冰箱也碎，抱着睡會感冒。一句話把整個辦公室逗得哈哈大笑。站在門口的顧成澤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尷尬。他沒有離開，一直等到中午。蘇晚晴準時走出工作室。10分鐘，他低頭看了一眼手錶。有什麼話說吧。兩人走到街角的一家咖啡店，剛坐下，顧成澤便把一個首飾盒推到他面前。你一直想要的那條項鏈。蘇晚晴沒有打開，只是輕輕推了回去。我現在不需要，你還在生我的氣。他抬起頭，第一次直視他的眼睛。你覺得我是在生氣嗎？顧成澤沉默。蘇晚晴笑了笑。成澤，我問你一個問題。你說。我們去年結婚紀念日，你答應陪我吃晚餐，最後去了哪裏？顧成澤皺着眉，沒有回答。前年我發高燒39度，你在哪？他依舊沉默。3年前我放棄設計工作那天，你對我說過什麼？顧成澤張了張嘴，卻發現一句也答不上來。蘇晚晴沒有提高音量，更沒有哭，他只是像聊天一樣，一件件說着。你記得公司的每一個項目，記得每一份合同，記得每一位合作夥伴的喜好。
卻不記得我海鮮過敏，不記得我怕黑，也不記得我最討厭一個人吃飯。他停了一下，端起水杯喝了一口。高鐵那天，你知道我為什麼睡得那麼沉嗎？顧成澤終於抬起頭。為什麼？因為前一天晚上，你一直在開會。我怕打擾你，自己收拾行李到凌晨2點，又怕第二天錯過列車，5點就起床。整整24個小時，我睡了不到3個小時。顧成澤瞳孔微微一縮，這些他都不知道。蘇晚晴輕聲笑了一下，你甚至沒有發現，我上車後一直在打瞌睡，你只顧着和客戶開視頻會議，直到下車，你都沒有看我一眼。咖啡店裏很安靜，隔壁桌的人不知不覺放低了說話聲。顧成澤第一次覺得胸口像壓了一塊石頭。晚晴，我不用解釋。他輕輕打斷，你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後一次。高鐵只是讓我突然明白，原來在你的世界裏，我早就不是同行的人。顧成澤急了，不是這樣，那是那樣。我只是最近太忙。蘇晚晴點了點頭。你一直都很忙，忙到忘了我也是你的家人。一句話讓顧成澤徹底說不出話。就在這時，林曉彤提着2杯奶茶，風風火火闖了進來。晚晴，他剛喊完，才發現顧成澤也在，立刻乾笑2聲，不好意思。我是不是來得不是時候？蘇晚晴站起身，沒有。他接過奶茶，我下午還要上班。說完，他看向顧成澤，語氣依舊平靜。今天10分鐘到了，以後如果不是離婚的事，不用特地來找我。顧成澤猛地站起來。你真的要離婚？蘇晚晴沒有立刻回答，他只是看着窗外，街對面一對剛放學的小夫妻共騎一輛電動車，丈夫把自己的外套披在妻子肩上，兩人一路笑着，不知道在說什麼。他收回目光，輕輕說了一句：成澤。婚姻不是從高鐵那天結束的，他只是在那一天被我承認已經結束了。說完，他轉身離開，沒有回頭。顧成澤站在原地，手裏還握着那個沒有送出去的首飾盒，直到這一刻，他才第一次真正明白。蘇晚晴不是想贏這場冷戰，他只是不想再繼續這場婚姻了。而就在他失神時，手機突然響起，陳婉的聲音透着一絲焦急：總裁，不好了，董事長知道你和夫人的事了，他讓你今晚立刻回老宅。顧家老宅的書房裏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。顧老爺子把一份文件放到桌上，沒有發火，也沒有責罵，只是平靜地問了一句：成澤，你知道晚晴結婚3年，一共替你推掉多少工作機會嗎？顧成澤皺起眉：什麼意思？老爺子把文件推到他面前，那是一封封郵件的影本。
有知名設計公司的錄取通知，有設計展邀請函，還有兩家品牌公司的合作邀約，日期全都在婚後第一年。他不是沒有能力，是為了你，自己放棄了。顧成澤一頁一頁翻着，臉色慢慢變了。他從來不知道這些事。老爺子看着他，語氣依舊平穩。他沒告訴你，因為他怕你有壓力。可你呢？你把他的付出當成了理所當然。書房裏安靜了很久。顧成澤第一次說不出一句反駁的話。第二天，整個顧氏集團都察覺到總裁變了。上午10點，秘書抱着一大束進口白玫瑰走進辦公室。總裁，已經按你的要求訂好了，送去。是。半小時後，花送到了設計工作室，所有人都圍了過來。天啊，好大一束！卡片上寫什麼？前台念了出來。晚晴，回家吧。整間工作室突然安靜，大家都偷偷看向蘇晚晴。他放下滑鼠，走到花前，看了2秒，對送花員笑了笑。麻煩你。送花員趕緊點頭。你請說。搬到樓下吧。啊。社區老人活動中心就在隔壁，老人家應該比我更喜歡花。送花員拎住了，最後只能抱着那束價值不菲的玫瑰下樓。不到1個小時，整棟辦公樓都知道了，顧總送的花被捐了。下午，顧成澤親自來了。他沒有帶花，也沒有帶禮物，只是站在門口，一起吃個飯吧。蘇晚晴看着手裏的圖紙，沒空。10分鐘也行。10分鐘我要改圖。顧成澤沉默片刻，那我等。於是，堂堂顧氏總裁就坐在工作室門口的長椅上，一坐就是3個小時。附近奶茶店老闆都認出他了，還笑着遞過來一杯冰美式。先生，等女朋友啊？顧成澤點點頭，又搖搖頭。等我太太。老闆拍拍他的肩，那可得有耐心。我以前惹我老婆生氣，在樓下站了一整夜，最後還是靠一碗牛肉麵控好的。顧成澤苦笑，如果一碗牛肉麵就能解決，那就好了。傍晚6點，蘇晚晴終於下班，他走出工作室，看見顧成澤，腳步沒有停。晚晴。他跟了上去。我送你。不用，我有很多話想說，可我沒有很多時間聽。一句話又把他倒了回去。就在這時，一輛公車緩緩停在站牌前。蘇晚晴刷卡上車。顧成澤愣了一下，他以前從來不搭公車。因為婚後，他總說不安全。可現在，他站在人群裏，握着扶手，神情平靜。車門關上，公車開走。顧成澤站在原地，第一次發現，沒有自己，他也能生活得很好。幾天後，本市舉辦一場青年設計交流展。蘇晚晴所在的工作室受邀參加。顧氏集團
也是贊助方。開幕當天，不少媒體到場。顧承澤剛走進展廳，就看見蘇曼晴站在人群中央，正向客戶介紹自己的作品。他說話不快，卻很有感染力，不少人頻頻點頭。顧承澤忽然想起，大學時他就是全校最有天分的設計系學生，只是後來他親手讓他把光芒收了起來。活動接近尾聲，主持人忽然邀請幾位嘉賓分享。顧承澤作為企業代表率先發言。輪到蘇曼晴時，全場安靜了下來。主持人笑着問：蘇小姐，聽說你曾經離開設計行業3年，如今重新回來，有什麼感受？蘇曼晴接過話筒，沉默了幾秒。以前我總覺得愛一個人就是把最好的都給他，後來才知道，如果連自己的夢想都放棄，最後不但失去了夢想，連那個人也未必會珍惜。台下響起掌聲。顧承澤站在人群裏，手慢慢握成拳，每一句話都像是在說給他聽。就在掌聲漸漸停下時，展廳入口突然傳來一陣騷動。一名打扮精緻的年輕女人踩着高跟鞋走了進來，她徑直來到顧承澤面前，笑着伸出手。承澤，好久不見。全場目光瞬間聚焦。蘇曼晴抬起頭，認出了那張臉，那是顧承澤曾經唯一公開承認過的前女友沈若琳。而她的突然出現，也讓一場原本平靜的設計展開始朝着另一個方向失控。沈若琳的出現讓整個展廳安靜了幾秒，不少人開始竊竊私語。顧承澤沒有伸手，只是淡淡點了點頭。你怎麼回國了？沈若琳收回停在半空中的手，笑容依舊自然。公司派我回來談合作。他看了一眼展廳四周，又把目光落在蘇曼晴身上。這位就是顧太太吧？蘇曼晴平靜地點了點頭。現在應該叫蘇設計師。一句話，不卑不亢。沈若琳笑了。看來傳聞是真的。顧承澤皺起眉。什麼傳聞？外面都在說顧總最近每天追着太太跑。他說得很輕鬆，卻讓顧承澤有些尷尬。蘇曼晴沒有接話。主持人很快把眾人請去下一個展區。這場小小的風波也暫時告一段落。活動結束後，沈若琳主動叫住了蘇曼晴，方便聊幾分鐘嗎？林曉彤立刻像護小雞一樣站到蘇曼晴前面。有什麼好聊的？沈若琳笑了笑。放心，我不是來搶人的。再說了，他看了一眼顧承澤。以前我沒要，現在更不會要。這句話把在場3個人都說靈了。附近一家安靜的咖啡館裏，沈若琳沒有提往事，反而先開口道歉。其實今天突然出現，可能讓你誤會了。蘇曼晴搖搖頭，沒有，真的沒有，沒有。他回答得很乾脆。沈若琳忽然笑了，你知道嗎？
以前我跟成澤分手，就是因為他眼裏只有工作。蘇晚晴微微一怔。沈若琳端起咖啡，輕輕吹了吹。我生日那天，他人在國外；我爸住院那天，他在開董事會。我跟他說分手那天，他回我一句：等我忙完再談。可有些事等不了。他放下咖啡杯。所以不是你不好，也不是我不好，是他一直沒有學會把人放在事情前面。蘇晚晴沉默了。這是第一次，有人用另一種角度印證了他這3年的感受。原來不是他太敏感，而是顧成澤一直都是這樣。另一邊，顧成澤坐在公司辦公室，桌上的文件一頁也沒翻。陳婉站在旁邊，小聲提醒總裁：下午3點還有跨國會議，取消。陳婉一愣，取消？延期？可是對方已經延期。陳婉沒有再勸。跟了顧成澤這麼多年，這還是他第一次為了私人事情把重要會議往後推。辦公室安靜了一會兒，顧成澤忽然問陳婉：在我以前是不是很差勁？陳婉嘴角抽了一下，這個問題他想回答又不敢回答。猶豫半天，才小心地說：總裁，你工作能力一直很好。我沒問工作。陳婉低下頭，又沉默了10幾秒。如果一定要說，你不是不愛夫人，只是什麼？只是你總覺得夫人會一直在。一句話。辦公室再次陷入沉默。晚上，蘇晚晴搬進了自己租的小公寓，40多平方米，沒有豪華裝修，只有一張書桌，一個小陽台。他花了一下午，把窗邊擺滿了綠植，又把那本手帳放回書架。林曉彤提着一袋生活用品過來。一進門就開始吐槽，你知道嗎？今天有人在公司樓下偷拍顧成澤。拍什麼？拍他天天蹲門口等老婆。蘇晚晴忍不住笑了。以前怎麼沒發現他臉皮這麼厚？林曉彤把一盤小仙人掌放到窗台。男人啊，都是快失去了，才知道着急。對了，他從袋子裏掏出一串鑰匙，送你的備用鑰匙，不是電動車鑰匙。蘇晚晴拎住，林曉彤嘻嘻一笑，你總不能天天擠公車吧？二手的，便宜又耐用。蘇晚晴接過鑰匙，眼眶微微發熱，不是因為電動車，而是因為這段時間，他終於明白了一件事：真正關心你的人，不會送你昂貴的珠寶，而是會擔心你下班有沒有車回家。夜深了，顧成澤獨自回到分房。他習慣性打開玄關燈，又習慣性喊了一句晚晴，沒有回應。他走到廚房，打開冰箱，裏面空空蕩蕩。以前總是放滿他愛吃的水果、牛奶和酸奶，如今只剩幾瓶礦泉水。他忽然想煮碗麵。翻遍整個櫥櫃，
才發現自己連鹽放在那裏都不知道，最後只能泡了一碗速食麵。熱水剛倒進去，手機忽然響了，不是蘇晚晴，而是老爺子。電話裏只有一句話：成澤，明天上午9點回老宅，有件事我該讓你知道了。顧成澤不知道，第二天老爺子拿出的東西，將徹底改變他對這段婚姻的所有認知。第二天上午9點，顧成澤準時回到顧家老宅，老爺子沒有在客廳等他，而是坐在2樓書房，桌上放着一個不起眼的牛皮紙箱。箱子邊角已經有些磨損，看得出放了很久。坐，老爺子沒有多說，只把箱子推到他面前，打開看看。顧成澤掀開箱蓋，裏面不是文件，也不是照片，而是一沓厚厚的信封，每個信封上都寫着日期。最早的一封是3年前結婚後的第1個月。老爺子平靜地說：這些都是晚晴寄給我的。顧成澤一驚，他為什麼寄給你？因為他知道跟你說你沒時間聽。他的手微微一頓，隨手拆開第1封，裏面的字跡娟秀整齊。爺爺，成澤最近很忙，胃又不好，我學了很多養胃的菜，希望能照顧好他。沒有一句抱怨，滿滿都是對丈夫的關心。第2封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成澤臨時出差了，他說回來補給我，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。第3封，今天我收到了設計公司的邀請，我想了很久，還是決定拒絕。我希望家裏有人等他回來。第4封，爺爺，我最近有點累，但沒關係，他現在是公司最關鍵的時候，我再等等。顧成澤一封一封看下去，每一封信都是一句再等等，可他從來不知道，更不知道他到底等了多久。老爺子嘆了一口氣，後來他就不寫了，不是因為過得好了，是因為他不再期待了。書房裏靜得只剩翻紙的聲音。顧成澤低着頭，眼眶第一次泛起紅意。他終於明白，蘇晚晴不是突然離開，他是在一次又一次失望裏慢慢走遠。離開老宅後，顧成澤沒有回公司，而是開車去了分房附近的一家超市。這家超市他來過很多次，但每一次都是坐在車裏等，真正推着購物車進去，還是第一次。他站在貨架前，拎住了。蘇晚晴以前總買的米是哪一種？牛奶喝哪個牌子？洗衣液用什麼味道？他竟然一樣都不知道。旁邊一位阿姨看他站了半天，忍不住笑着問：小伙子，第一次幫老婆買菜？顧成澤苦笑了一下，算是吧。阿姨熱心地替他挑了幾樣。夫妻過日子，別總讓一個人忙。男人多做點，不丟人。顧成澤點點頭，卻覺得這些話來得太晚了。另一邊，蘇晚晴的新生活漸漸步入正軌。
設計工作室接到一個重要項目，他熬了3個晚上，完成了第一版方案。老闆看完後，直接拍板，就用這版。同事們歡呼起來，有人提議晚上聚餐，大家擠在熱鬧的大排檔裏，碰着啤酒杯，聊着工作和生活。沒有人知道她是總裁夫人，也沒有人因為她的身份對她另眼相看，大家只會笑着喊她。晚晴，幫我看看這個配色。晚晴，今天你請奶茶。這樣普通的日子，他反而過得很踏實。走過3巡，老闆笑着問：晚晴，你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什麼？所有人都看向他，他想了想，笑着回答：希望以後再也不用把自己活成誰的附屬品。大家先是一愣，隨即鼓起掌來。沒有人知道這句話，他用了3年才說出口。幾天後，顧氏集團年度慈善晚宴舉行，顧成澤按照往年慣例準時出席，只是這一次，他身邊的位置空着。不少合作夥伴都好奇地問：顧太太沒來？他只是淡淡回答：他有自己的工作。有人笑着打趣：顧總現在可真痛老婆。顧成澤沒有解釋，因為他知道，不是他給了蘇晚晴自由，是他自己走了出去。晚宴進行到一半，大螢幕開始播放顧氏慈善宣傳片，畫面裏突然出現一張舊照片，那是5年前公司創業初期，一群人站在狹小的辦公室裏合影。照片角落裏，蘇晚晴正蹲在地上，替大家整理散落的設計圖。主持人介紹道：顧氏第一代品牌形象設計就是由顧太太親手完成。全場響起掌聲。顧成澤怔怔地看着照片，直到今天，他才知道公司最初的品牌標誌竟然出自蘇晚晴之手，而他在無數次公開演講裏從未提過他的名字。掌聲落下，顧成澤慢慢站起身，沒有繼續參加晚宴。他第一次在所有人的注視下提前離場，而就在他走出宴會廳時，陳婉神色凝重地快步走來。總裁，怎麼了？夫人剛剛。顧成澤心頭一緊，他怎麼了？陳婉深吸了一口氣，夫人已經正式向法院遞交了離婚申請。顧成澤整個人僵在原地，他終於意識到，這一次他不是想讓她挽留，而是真的決定結束了。離婚申請遞出的第3天，顧成澤第一次沒有讓律師出面，也沒有讓秘書安排，他親自打電話給蘇晚晴。這一次電話接通了。有時間嗎？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。有，最後見一面。好。兩人約在第一次約會的河畔公園。那天天氣很好，傍晚的風吹動河面，岸邊有人散步，有孩子追逐嬉鬧，也有頭髮花白的老夫妻慢慢牽着手走過。顧成澤比約定時間早到了半個小時。
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等一個人，也是第一次明白，等待原來會讓人如此焦躁。6點整，蘇曼晴準時出現。她穿着簡單的白色長裙，頭髮隨意束在腦後，沒有佩戴任何首飾，包括那枚婚戒。兩人隔着幾步站着，誰都沒有先開口。最後，還是顧成澤打破了沉默。我看了那些信，蘇曼晴沒有意外。爺爺給你的，他早就想給你了。顧成澤低下頭，對不起，這3個字他說得很慢，也很重。蘇曼晴只是安靜地看着河面。我以前一直以為，只要我努力工作，就能給你最好的生活。後來才知道，你想要的從來不是那些。蘇曼晴笑了笑，現在知道了也很好。曼晴，顧成澤往前走了一步，再給我一次機會。他沒有回答，而是反問了一句：成澤，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一起坐高鐵嗎？他愣住了，記得。那時候我只是去洗手間，你都怕我找不到你。顧成澤眼眶微微泛紅。後來我們一起坐了很多次車，可是每一次你都越走越快，快到我開始要一路追着你。他望向遠方，一列高鐵正從橋上飛馳而過，光明星劃破天空。他輕輕說道：高鐵那天，你不是突然把我丟下，那只是最後一次而已。顧成澤怔怔地望着他，蘇曼晴的聲音依舊平靜。第一次是我發燒，你去開會；第二次是我生日，你去應酬；第三次是我放棄工作，你沒有問過一句你會不會遺憾。後來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次你都往前走，每一次我都站在原地等。他抬起頭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說：不是高鐵那天，你把我留在了車上，是很多年前，你就已經把我留在原地了。四周忽然變得很安靜，風吹過樹葉，發出細碎的沙沙聲。顧成澤眼眶終於紅了，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哭，不是因為公司遇到危機，不是因為項目失敗，而是因為他終於看見自己親手失去了什麼。他從口袋裏拿出那枚婚戒，戒指一直被他隨身帶着。我知道現在說什麼都晚了，可是我想把它還給你。蘇曼晴沒有接，它本來就是你的，婚姻也是兩個人的，但現在它已經結束了。顧成澤的手慢慢垂了下去。就在這時，手機忽然響起，是公司董事會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按掉。第二次響起，他依舊沒有接。蘇曼晴看着這一幕，神情沒有任何波動。如果是3年前，他一定會勸他先接電話。可現在，他只是平靜地說：你終於學會把人放在事情前面了。可惜，那個人已經不是我了。顧成澤苦笑：是我太慢了。蘇曼晴點點頭。有些路
晚一步就不是同一條路了。兩人並肩站了很久，沒有爭吵，沒有責怪，只有晚風吹過，像吹散一段走到盡頭的歲月。臨走前，顧成澤忽然叫住他，晚晴。他回過頭，謝謝你。謝我什麼？謝謝你愛過我。蘇晚晴沉默片刻，露出一抹釋然的笑。也謝謝你，讓我學會以後先愛自己。說完，他轉身離開。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，他沒有回頭。這一次，顧成澤也沒有追，因為他終於明白，真正的愛不是把一個人追回來，而是接受自己錯過了。河對岸，一列高鐵再次呼嘯而過，只是這一次，有人向前，有人停下，他們終究再也不是同一班車上的人。3個月後，秋天到了，蘇晚晴依然每天搭着電動車去上班。清晨7點半，他會先到樓下早餐店買一杯豆漿，一個飯糰。老闆娘每次看見他，都會笑着問一句：今天還是老樣子？他點點頭。老樣子。以前，他的生活圍着顧成澤轉，每天醒來第一件事是想他今天要開什麼會，穿哪套西裝，早餐吃什麼。如今，他開始想的是，今天的設計稿還有哪裏可以更好？陽台上的薄荷是不是該換盆了？週末要不要和林曉彤去郊外走走？生活沒有驚天動地，卻一天比一天踏實。設計工作室的項目越做越順利。蘇晚晴負責的一組作品，在全國青年設計大賽中獲得金獎。頒獎那天，主持人問他：蘇小姐，請問支撐你一路走到今天的是什麼？他拿着獎杯，沉默了幾秒，笑着回答：以前，我總想成為別人的依靠，現在，我只想先成為自己的依靠。台下響起熱烈掌聲，林曉彤在第一排，喊得最大聲。蘇設計師最棒，惹得全場一陣笑。另一邊，顧成澤的生活也發生了改變。他依舊是顧氏集團的總裁，只是他每天晚上7點，不管會議開到哪裏，都會準時結束。秘書一開始很不習慣。總裁，這份文件，明天再看。可是合作方，明天再談。公司的人漸漸發現，以前那個1年365天都住在辦公室的顧總，開始會陪父母吃飯，開始記得員工生日，開始主動問候加班到深夜的同事。有一次，一名新進員工因為孩子生病，臨時請假，主管還在猶豫。顧成澤只說了一句：家人比工作重要。陳婉站在旁邊，忽然紅了眼眶。他知道這句話，總裁是花了一段婚姻才學會的。半年後，一場設計論壇在另一座城市舉行。蘇晚晴受邀分享作品。論壇結束，他拖着行李走進高鐵站，電子熒幕上，列車開始檢票。他拿出車票，
低頭笑了一下，還是熟悉的高鐵，還是熟悉的站台，只是心境已經完全不同。就在他準備進站時，身後傳來一道熟悉的聲音：晚晴。他回過頭，顧成澤站在人群裏，穿着簡單的深色外套，沒有保鏢，也沒有助理，兩人隔着幾步距離，像很久沒見的老朋友。顧成澤走過來，遞給他一個牛皮紙袋。這是什麼？你以前畫的設計稿，我整理辦公室時找到的。蘇晚晴打開，裏面是一張張泛黃的手稿，每一張都被保存得很好。還有那張他當年親手設計的第一版公司標誌。他抬起頭，謝謝。顧成澤笑了笑，這一次他沒有挽留，也沒有道歉，只是平靜地說：恭喜你。恭喜什麼？你終於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。蘇晚晴也笑了，也恭喜你，學會了慢下來。廣播響起，前往南城的列車開始檢票。蘇晚晴提起行李，向檢票口走去。走了幾步，他忽然停下，回過身，輕輕揮了揮手：保重。顧成澤點頭：保重。這一次，他沒有站在月台上目送他，而是轉身朝着另一個出口走去，因為他知道，真正的放下不是等他回頭，而是祝福他一路平安。列車緩緩啟動，蘇晚晴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陽光灑進車廂。他拿出那本陪伴自己多年的手帳，翻到夾着保票的那一頁。那張保票已經有些泛黃，背面仍寫着那句話：既然過站了，我們就分開吧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後輕輕把那一頁翻了過去，後面是一張新的空白頁。他拿起筆，慢慢寫下新的第一行。人生沒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次錯過都可能是另一段旅程的開始。列車迎着晨光向前駛去，窗外的風景不停後退，而他的人生終於真正向前。